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谢谢你们让我可以讲国语哦。我在听你们唱那个台语诗歌，我觉得好美哦。只是因为我们从小没有被训练过，我们都是唱国语，但我觉得这太美了，真的比那个国语还要好听。好，大家平安。我先简单的 ，OK， 哦，还没开始哦，对不起啊，好，哦好。这个是福气教会的陈培金传道，他很可爱。上帝是神，拜伊的人爱用心灵甲真实来拜伊，请照乐。就对上主唱新的歌，全地拢着对上主来唱歌，就对上主唱歌，称赞伊的名，就日日宣布伊拯救的好消息，就对万国宣扬伊的荣耀，就对万民讲起伊伟大的作为，因为上主至大，应该受极大的称赞，伊比所有的神明搁较受敬畏。咱来唱圣诗538首，我心大欢喜，主踮身边，请起立。我
请坐。咱同心额头来祈祷。主耶稣，求你容我用国语来祷告，用华语来祷告。因为今天有许多新来的朋友，他们可能听不懂台语，所以求你容我用国语来华语来祷告。慈悲爱我们的父上帝，今天有台风来台湾，但是这个都不会打搅影响我们来到圣殿来敬拜你的心意。求你保守我们台湾不受到台风的侵扰和导致灾害。求你也赐福给今天的圣殿当中，你此刻圣灵降临，使我们受到感动，让我们认识到你就是那一位真神，认识到主耶稣你死在十字架上为我的罪，认识到你流血使我们的罪得以赦免，认识到我们因着相信你救赎的功劳，我们的过去如乌黑般的罪，你会把我们洗到比雪更白。主啊，因你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你的流血，因你的宝血我们得赦免，因你的话语我们得洁净。主啊，我们的心中有许多伤心痛苦，我们有许多经历创伤，我们许多经历病痛。求主的恩手今天触摸到我们的心中，医治我们的创伤。我们当中也有许多身体有病痛的人，受了多年的折磨。主啊，你岂容让这样子的情况发生吗？你可以使那18年驼背的妇人可以起来，她的腰杆就直了。主啊，求你的大能的手在我们长老教会中施行神迹医治。你知道，我们有时候我们的理智没办法超越。我们知道圣经里面的每一段话语，我们当中有人可能读了100遍的圣经，可是我们只是理智上知道你，我们的心灵上，我们的 spiritual 上，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经历你。主啊，求你真的是使我们真的能高唱哈利路亚赞美主，我们真实的经历到你就是那位真真实实活泼创造这个宇宙万物的主宰。主啊，我们今日有许多弟兄姐妹要受洗归入你的名下，我们决志来跟随你，求主亲自预备他们的心，使他们的一生都蒙福，在主的赐福与恩典当中继续奔跑人生前面的道路。主啊，我们真的恳求你在我们的圣殿当中，你的圣灵降临，使我们满心感受到你慈悲，真的是这样一位在十字架上拯救我们的救主，使我们可以重新与神和好，使我们可以重生归向主，接续幸福的人生道路。哈利路亚，赞美主！我们今天不禁要说哈利路亚，赞美主！你在我们当中施行成神迹，而且使我们满满的有见证，差派我们到万民当中去传福音。感谢赞美主！这样祷告不配，奉靠主耶稣宝贵的名，阿们。
这是咱来启用。启用文第59篇，罗马书第10章。你若用嘴宣认耶稣是主，因为人信信就得到称义。圣经有安尼记载：犹太人甲外邦人拢无差别，伊会丰丰富富赐福予所有求救伊的人。毋过因拢无信伊，哪会求救伊？拢无人传，哪会听到？照圣经所记载，传播福音的人，因的脚掠哪会遐尼水？以赛亚讲：主啊，啥物人信阮所传的信息？毋过我要问，因检真正拢无捌听过。圣经安尼记载，因的声音传遍全地。这是咱来读圣经。圣经记载伫马太福音第28章19节到20节，以及使徒行传第2章46节到47节。马太福音28章19节，所以恁着去召万民来做门徒，甲因洗礼，互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假使因遵守我所予恁一切的命令，就会记着我逐日甲恁同在，直到今世的结束。因逐日同心合意伫圣殿聚会，搁伫一家一家擘饼，用欢喜诚心做伙饮食，上赞上帝，搁得到众人欢喜接纳。主将得救的人日日加添合因。学老，咱即马请圣歌队。
这是讲道，咱邀请到新德福气教会的陈佩金传道，伊要讲的题目是什么是幸福小组？谢谢大家。好，我要把时间要抓好，刚刚超过太多。好，谢谢大家。我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这个是直接按吗？好，我先问候一下大家好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这是我第一次参与那个台语的敬拜，哇！我刚刚听到那个台语的那个祷告就好美哦，然后诗歌也好美哦，我突然就浸泡，觉得我就浸泡在那个里面。这是我第一次进来哦，我觉得非常的开心哈。然后我简单自我介绍。我叫陈佩金，然后我是现在是新竹福气教会的传道。然后其实我刚刚在看我跟你们，就是我发现我跟你们不太一样。我发现你们每一个姐妹都好温柔，真的都好温柔哦。我想说，上帝是不是要我进来学温柔哈？然后待会你听我讲到，你就知道我绝对不是那一款的 ，OK？ 我是属于那种打仗的类型的 ，OK？ 好，那我简单的自我介绍就是那个就是我简单的经历就是在新竹福气教会的前2019年以前，我是新竹圣利堂的传道。然后我是中华信义神学院毕业的，就是在我们新竹的中华信义神学院毕业的，我是道硕毕业。然后我的背景呢，大概就是跟金融啊比较有关系。好，这是我简单的背景哈。然后上面就是我的家人，其中我有2个孩子，一个是哥哥嘛，一个是妹妹，他们都已经结婚了。然后有一个比较看起来像长辈，那是我婆婆。然后我也简单介绍一下，就是我的妈妈，她是冈山长老教会的，她也是传道人。然后我的小叔小婶他们是现在高雄福气教会的执行牧师林立成牧师和冯佩牧师。我是他们大嫂，他们是我们的弟妹。那我的先生就是在你们的 PPT 的那个右边，我不知道你们这样看过去可能是反边哈，就是我先生叫林立德。那他目前呢，他跟我一起在新竹福气教会，我们一起牧会。那他仍然是在职场上工作哈，他还没有退休，所以我们就是基本上就是我们就是出来开拓，我们有一个渊源哈，因为黄牧师有希望我能够简单的介绍一下。好，那麻烦下一页。好，那这一章就是为什么我会把它放在这里，很重要，就是这章是我在担任圣利堂的传道人的时候呢，这一群同工，他是整个那个桃竹苗的那个第一个种子的同工，就是他第一个种子的团队，因为他们是第一批我们带去高雄，然后点火点起来传福音的团队啊。当时的我们的梁敬贤牧师还有我们的师母都还在里面。好，师母跟我们就一起去，梁敬贤牧师还有师母就跟我们一起去。好，所以我就觉得这张照片我要特别的把它介绍给大家。好，下一页。好，那这张就是我们那时候我们在做幸福小组，因为圣利堂他的人算是有就是上1000人嘛，所以其实他那时候我们在开幸福小组的时候，我们开了24组到32组的时候，那时候我们一年我们受洗了有161个人，所以那时候教会就是生气蓬勃。那时候是在疫情之前，那你就会看见幸福小组，它是一个
策略性的传福音的小组哈，然后有一个幸福小组，就是那个有一个婚礼嘛，那个是非常的意外，那个是上帝的作为啊，上帝是一个创意的神，就是上帝是活泼的神。我们在我们家开一个幸福小组，竟然开出一个婚礼出来，那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有一对年轻人，因为我带社青团契。那有一对年轻人，他们因为经济比较拮据，所以他们就说啊，他们不要办婚礼好了，而且婚礼还要很多的同工，光是敬拜团又是一团，然后呢要招待呢又招待组又一组，所以要很多同工，他们就不想麻烦别人，所以他们就想，然后再加上他们的双方的父母都过世，所以他们就想说啊，干脆他们2个人就登记就这样好了。那因为我们是当辅导的，我们就想说，这个人生这婚姻就大事嘛，对不对？那就都什么婚礼都没有，我们就想说啊，不然这样好了，那他们也不愿意要在教会办，那就直接去公证。那我们就好吧，那这样子我们就突发奇想，我们就在我们家的幸福小组结束以后，我们就来给他们办一个婚礼，然后我们就把教会的长老啊、执事啊、辅导啊、牧师啊，就把他请到我们家里来，然后就在幸福小组结束后，什么点心啊，我们就都拿出来，然后呢，请他穿上婚纱，然后有私情啊，我们就完成了一个婚礼。然后这个新郎跟新娘他们也觉得，哇，上帝为他们所预备的是超乎他们所求所想，他们也没有想过原来幸福小组可以办一个婚礼。所以从此以后，幸福小组呢，你就会发现它有非常非常多的功能哈，非常非常多的功能。好，麻烦。然后2019年的时候，我们的新竹圣灵堂的梁牧师，他因为刚好届龄退休，所以那一年呢，我就跟梁牧师，我们就一起，就因为我是在2006年我就有呼召，就是要出来建立教会。那当时就还是不知道该怎么做，所以我就一直等候神。等到2019年的时候，我好像觉得好像神已经开路了，所以我就跟着梁牧师一起届龄退休。然后我跟我先生叫林立德。我就跟立德，我们就一起在圣灵堂，在牧师还有很多的长老执事的祝福下面，我们就出来开拓教会。好，然后呢，其实我们出来开拓教会呢，当时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是什么教会，其实我们当时我们没有名字，然后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会是福气教会，只是我们那时候出来开拓的时候，然后有一天。开拓大概1个月，高雄的杨习如牧师就跟我说，因为他就打电话跟我说，佩金，我们3月10号那一天哈，我们是20周年的堂庆，然后那一天呢，我要案例你跟立德2个成为我们新竹福气教会分堂点的传道，然后我就想说，哇，我怎么这么幸福？就是我都没有主动去，然后上帝就为我们差派牧者来为我们祝福，让我们有一个遮盖，属灵的遮盖。好，然后就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在新竹市的关心东路有一个小小的店面，那个大概1楼只有20平，然后2楼20平，所以就是我们就在那边，我们就开始用幸福小组的方式，我们就建立了教会。那其实我们当初出来的时候，我们只有7个人，我们真的是7个人，然后你看我，我看你这样，然后他们白天去上班，只有我一个人在教会，然后我就问上帝啊，现在只剩下我一个哈啊，他们白天都去上班，晚上我们就是晚上传福音，白天上班，晚上传福音。所以我们就是这样，从2019年，其实我们2019年的时候，我们的幸福小组我们是全年无休，就是因为就是我们需要有教会建立的时候，你起初你一定要有人嘛，对不对？你没有人怎么能叫教会？一定要有人得救啊！所以我们就拼了命，我们就1年给他开4期，从岁首开到年终，我们没有停过。然后第2年我们就休息一下，这样我们就开2次，就是上半年1次，下半年1次。所以这样子前后，我们总共开了10期，10期，总共受洗了88个人。所以那个时候就是人越来越多了，然后就没有办法待在那个小房子里。那上帝就非常非常的奇妙，就为我们预备在公园路这个附近，为我们预备在昆山丽池有一个
有一个很棒的地下室，所以我们我要在这里再一次感谢我们的焕泽弟兄，还有我们的春菊执事，他们就是我们最棒的设计师。我们从设计、从构图一直到整个工程完工，都靠他们。如果没有他们，我觉得这个教会根本就没有办法完成。感谢神，好，谢谢你们。所以你会看见那个幸福小组，其实幸福小组它是一个传福音的什么？它是一个非常好的策略。那为什么要说它必须要有策略？因为传福音它是一个高度征战的工作，高度征战的事工，所以呢，它必须怎么样？它必须要有策略，因为我们的神是谋士的神，我们的神是有策略的神。好，那传福音它其实就是直接跟我们所谓的第四度空间看不见的。那个看不见的，我们在征战啊，就是我们里面的黑暗的权势在征战。那所谓的敌暗我明啊，敌暗我明就是我们看不到他，但他看得我们非常的清楚，看得我们清清楚楚。所以我们要跟一个看不见的敌人征战，我们当然要怎么样？我们当然要有策略，当然要有训练。所以幸福小组是一个征战性的传福音的方式，但是它也是非常有果效的传福音的方式。好，谢谢。然后我们现在，再麻烦，这是我自己按吗 ？OK， 好，这是我们7月1号献堂的时候，那时候春菊执事跟我们的焕泽弟兄都在我们当中来为我们祝福，我们非常感谢。好，再下一页。然后当时新竹县市很多的牧者都来，然后我们的杨喜如牧师，还有我们的梁敬贤牧师，还有苗启杰牧师，还有我们的林立成牧师跟冯慧牧师都在我们的当中哈，好为我们祝福。所以当时就是我们那天就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感到被爱。好，那接下来就是我们自己的其实我们7个人从教会出来，我们所有的都是从幸福小组生养出来的。所以幸福小组它有一个非常厉害的文化，叫做生养文化，就是牧养文化。意思就是说，它可以帮助我们能生又能养。好，然后因为教会就是主的生命，所以能生又能养，教会就能够永续，而且世代强盛。好，我们再往下。好，那我们福气教会呢？我们有一个2个 slogan， 最近又多一个 slogan 了。我们第一个 slogan， 因为我们是打仗型的教会啊，打仗型的教会，所以我们一定是不能怕困难，而且我们看到困难要很兴奋 ，OK？ 所以我们第一个 slogan 就是我们遇到困难要产生极大的什么兴奋感 ，OK？ 你们可以跟我说一次吗？预备，来，我们遇到困难要产生极大的兴奋。OK， 意思就是当魔鬼看到这一群人的时候，他就会怎么样？他就会吓到。OK， 好，所以我们就不会成为一个被吞吃的人。OK， 那你就知道嘛，那个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对不对？我常常跟我们教会弟兄姐妹说，你们要常常到公园啊，对着那个树有没有？然后这样哇，我这样知道，你会知道我们谁怕谁这样子哈。因为上帝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怎么样，都赐给耶稣了，那耶稣也给我们了，所以什么？我们可以践踏什么蛇和蝎子嘛？那还有什么好怕的？好，那第二个 slogan 就是每一次我们要开幸福小组的时候，就很多人开始想：哦，这个怎么办？那个怎么办？邀不到 best 的怎么办啊？如果这个怎么办啊？那个又不行啊，我不行啊，不行啊，那个没有啊，这个没有，到底该怎么办？一堆怎么办的时候，你就要记得，一定要记住第二句 slogan。第二句 slogan 呢，就是怎么样？我们要做什么？让魔鬼害怕的事。魔鬼就是巴不得你们都不要开，因为要传福音嘛，对不对？然后你们最后通通都不要开啊，他就吓你们啊，就让你们知道这个怎么办啊，那个又不行，这个又不行啊，这个不能啊，这个没有，他怎么办呢？他就是没信心。然后魔鬼最希望你们都不要开，所以每次我们要开幸福小组之前呢，我们一定要有一个什么奋心大会，然后我们就要喊这些 slogan， 我们要一起做什么让魔鬼害怕的事，然后大家就哦 yes 哦这样哈，所以你会看见我刚来到这边，我觉得你们好温柔哦。我觉得你们好温柔哦，我好想跟你们多学，要多温柔一点。你就知道我们教会是那个征战型的 ，OK？ 什么女战士啊，都是什么男的啊，女战士都在那个地方 ，OK？ 好，但是我们从以前开始，我们不是这样，我们以前是很胆小的。其实我们是因为我们我已经开了第17期的幸福小组，我的生命是操练来的，那个
胆量是这样操练来的，因为我们遇到很多的困难，我们要跟人征战，要跟第四度空间的征战。跟人征战就是很多的关系嘛，对不对？只要遇到利益冲突的时候，就怎么样，就不开心了嘛，对不对？可是我们这时候，我们就会知道，我们现在要干嘛？我们要传福音耶，我们要得人呢。所以只要遇到利益冲突的时候，我就让你这样。我就吃亏，我选择吃亏，因为我要赢得你的灵魂。好，然后，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的器皿就是里面的格局，我们的生命格局，会因为这样一次一次，为了要得灵魂，然后一次一次的被扩张。因为我看你的灵魂比我的利益还要重要，我看重你得救这一件事情，比这个世上所有的事情都还要重要。那这个人，这个 best， 他就会被感动。我甚至连命都可以跟你拼了，这样就哇，我的灵魂比你的命还要重要，他怎么会不受洗呢？他就很感动，你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 ，OK， 他就会知道原来你的神是真的，是又真又活的活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你会发现，当一个基督徒，我们不是只仅仅的求个人生命的祝福，你知道，在我们的圣经里面有告诉我们，第一等的祝福是什么？第一等的祝福是成为祝福，成为别人的祝福。亚伯拉罕他被上帝差出去离开乌尔的时候，上帝就说：“万国要因你怎么样得福。”这个叫第一等的祝福。那第二等的祝福就是领受祝福。那上帝要我们成为什么？第一等还是第二等？对，所以我们就要怎么样？我们就要成为别人的祝福。那怎么样成为别人的祝福呢？就是在生命的现场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在福音的现场才能够解决生命的问题。只有在生命的现场才能够解决生命的问题。好，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我发现时间真的很不够，大部分的人一生都在我们认为有价值的事上，我们会非常的尽心竭力，对不对？对不对？我很喜欢挑战我们教会的姐妹哦，每次叫他们来做上帝的做这个，他这个没空，那个没空了嘛啊，然后我就跟他说，我问你们哦，你们有一件事情，你们再忙，你们一定会去做，再忙你们一定会去做。他说什么事？我说就是接小孩啊。对不对？就是接小孩，你再忙再累，你再来不及，你一定会冲去接小孩。为什么？因为你觉得你的小孩有价值啊，有盼望啊，对不对？所以你就很努力，什么在他的身上，对不对？好，然后可能我们觉得我们的家里面有一些不动产很有价值，所以我们就会把很多的精力怎么样，就放在那些不动产上面。可是耶稣不是这么说的。耶稣说：“若有人为我和福音的缘故撇下房屋、什么妻子儿女，有没有？这人在今世要得什么100倍？来世我觉得太远，今世就得100倍，来世得永生。我没有在看永生，因为那个人太远，无感。可是耶稣说，今世就得100倍。”这是逻辑的问题哦，你想想看哦，一个看不见的未来，一个看不见的永生，神都已经这么大的赐福，那更何况今生，神怎么会不赐福？神说100倍啊，神说100倍，那个逻辑就是，比如说我们养一个孩子生下来了，然后我们就要把他怎么样？我们就想这个孩子就是要把他栽培到念博士 ，OK 好，但是是那个留哪里的？是留美的呢，还是本土的呢？好，所以你会发现，你就会按着那个蓝图有没有去栽培你的孩子？所以你的孩子，如果你一开始你就让他你就知道你设一个目标，他要读博士，你在他很小的时候，你会不会让他什么都不给他，在家里看电视，会吗？不会嘛，对不对？你一定会怎么样？为他安排很多的计划，为了要朝向那个目标，对不对？那上帝也是啊，上帝已经说他要给我们那个永生，对不对？极大的盼望，什么荣耀的冠冕 ，OK？
那我们今生上帝怎么会不给我们什么东西呢？让我们只是做苦工而已吗？当然不是。所以我们被呼召来，不是来受苦的，我们被呼召来是回应神的爱，我们被呼召来是让我们里面的那个什么灵魂是要兴盛的。好，所以当我们愿意回应呼召的时候，幸福小组就是一个最厉害的平台。好，麻烦下一页。幸福小组团队的方式呢？他传福音的方式，好像上一页是不是？哦，在下一页。好，我们可以往下跳，没关系。好，幸福小组它的策略，它有优势，它是以团队的方式，来前进啊。以前我们都会做那个1对1的那种传福音，其实真的很孤单，也真的很无力，因为人家那个对方有没有就问几个问题，我们就不行了，对不对？可是现在你是打团体战，你知道你要得胜，你要选择。你怎么样可以得胜？很简单，你就是跟那个常常打胜仗的人在一起就对了。我们常常会跟我们那个受洗的那个新家人说：“你知道吗？当你受洗的时候，你知道你过去你为什么你的人生会那么破碎吗？”他不知道，他当然不知道，因为他是 best， 他是新家人，所以你就要告诉他，因为你不认识神，你不知道上帝在你的里面，他要怎么样塑造你，你不知道，你从一开始被塑造的时候，上帝就塑造你是一个领袖，所以请你跟你旁边人说，你就是领袖。你们好像不太确定，来，再一次来，你要很肯定的跟旁边人说，你就是领袖。好。当你去打这个团队战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哇，你有好多的同伴的支持，然后你有同伴的鼓励，并且大家的恩赐可以彼此辅佐，对不对？你敬拜，你破冰，然后你带游戏，然后你带吃的，你会做咸的，你会做甜的，然后你会包礼物，然后你会就是会布置，你会发现，所谓一个团队，大家就会形成一个很美的图画，就哇，原来团队可以形成一个这么美好的事工，然后你很会邀约 best， 你很会祷告，大家就彼此分工。哇，这个当 best 来到你这个团队的时候，他会怎么样？他会觉得哇，我会想要归属在这个团队。OK， 然后第二个就是幸福小组，它是一个带状式的策略，它就不是点状式。什么叫点状式？点状式就是我们以前开布道会都是复活节开一次，然后就停了。然后就不后面不晓得干嘛，然后呢，圣诞节再开一次开完就后面也不晓得干嘛，那人就不见了。可是呢，带状式的就是当我们幸福小组10周8周结束后，我们会让他进入一个叫做全人更新营，就是什么洗干净，因为他里面10-20年、30-40年有很多的苦毒，有很多的委屈。对不对？有很多的抱怨，你看嘛，这么热的天气，我们的垃圾放3天都会有味道，对不对？那我们那些苦毒放20年、30年、40年，早就怎么样？腐烂了。所以我们要让它进到一个全人更新营，然后怎么样？用圣灵充满的嘛，把它洗一洗 ，OK， 让它被释放，有没有？主的耶和华的灵，耶和华用他的灵膏我，叫我传好，叫我传好，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叫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被囚的出监牢，对不对？就是让它里面的那个台语我会讲掏绑，我听我妈讲的掏绑，掏绑就是释放，对不对？对不对？好，所以你就会知道说，它就是一个带状式。然后这个全人更新结束以后，再把它放到一个系统里面去，叫做幸福门训，它就是一个系统。然后它就开始在里面怎么样被重新怎么样？变成一个新造的人，因为他遇见神啦，他就变成一个新造的人。好，那你就发现他就是一个带状式的，所以你可以怎么样好好的养育这只小羊，让它有一个系统的养育它。那第三个就叫做扁平化，这个扁平化就是幸福小组最厉害的地方。你知道扁平化就是因为幸福小组它是一个非常低门槛的
传福音的方式，低门槛，你只要有4个愿意的人，其中有1个人愿意把家里打开，然后把家里那个吃的喝的拿出来，然后大家就你唱你敬拜你那个然后我们去祷告邀约 best 的，就这样就可以开始。所以要记得，上帝拣选的都是什么？没有学问的小民。我们不用要到那个念博士，或者是我们不用要很高的成就，我们也不用在教会要做到很高的职位，我们才可以传福音。传福音是教会的火车头事工，传福音不是教会的事工之一，传福音是教会的火车头事工。火车头事工就是不能没有 ，OK， 而且它是首要的。好。我知道我的时间差不多讲到这边。那扁平化它厉害在哪里？扁平化厉害在我们一般的教会都是什么？中央墙，对不对？就是讲台墙嘛，核心墙嘛，对不对？可是，在核心外面那一圈，就是大家都觉得我不是领袖，所以我刚请你们说你是领袖，你们都觉得有点怀疑，有没有？我告诉你们，你们去开了幸福小组，你们就会是领袖。幸福小组，我一开始提到它有一个生养的文化。当我假设我带了1个人信主，我带了张三信主，张三又带了李四信主，那就是有生出什么儿子，福音的儿子，福音的儿子再生了一个李四，就是孙子，对不对？好，那我这个做阿嬷的，我就不用再去管到孙子。我如果还要去牧养到我的孙子，就表示我的儿子废了。所以你会发现，我们要想办法让我们的儿子怎么样成才呀？会打仗啊，会传福音啊，然后最后你就会发现，当这个文化形成的时候，这个生养文化出来的时候，就叫生养众多，遍满全地，而且教会的文化是兴盛的，而且是人人都可以传福音，你随便找一个都可以专业的传福音，随便找一个他都可以打仗，然后这个教会就会生生不息。然后这个教会就是强盛的教会。好，我的分享到这边，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耶稣，让我们在这里可以分享幸福小组的策略，还有幸福小组的文化。主啊，我们恳求圣灵在这个当中，我要与每个人说话，与每一个人的心说话。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遇到退缩的时候，主啊，我们知道我们一生就是要做让魔鬼害怕的事。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的领袖意识要抬头。我们知道，就是因为我们是领袖，所以主啊，你用困难给我们当饼，用艰难给我们当水。谢谢主耶稣，让我们在这里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主耶稣，谢谢你拣选了我们。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的名，我们一起说阿们。谢谢大家。这是咱来唱回应诗，圣诗第351首，咱来唱第1节、第3节、甲第4节，请起立。咱做伙来做信仰告别。我信上帝，
创造统治人甲万物的独一真神。伊是历史甲世界的主，是个生活甲拯救。伊的囝对圣神投胎，对14女玛利亚出世做人，做咱的兄弟，就是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对伊的受苦、定死、过死，国外显明上帝的仁爱甲公义，互咱甲上帝国互。伊的神就是圣神，踮伫咱中间，手使费力，互阮伫万百姓中做见证。也主国来，万信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记载伊的救赎，做阮信仰甲生活的准则。万信教会是上帝百姓的团契。受着来宣扬耶稣基督的拯救，做和解的使者，是普世的。决定阮伫本地认同所有的自民，通过疼甲受苦，来成做永望的记号。万是人对上帝的恩典来悔改，做立下马，用深情仁爱甲献身的生活。为荣光上帝。这是圣礼典，请本堂黄牧师来主持。今日咱举行圣礼典，来为几位来行洗礼，邀会籍转入到咱的教会中间。过去伊捌伫其他教会受洗礼，然后会籍来转入。所听兄弟姊妹，请你注意来听主耶稣基督吩咐的话。伊对世人中讲话了后，要求天的大声有讲，天顶地下的权已经拢总予我，所以恁着去招万百姓来做学生，甲因行洗礼，互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今仔我所有命令恁的，着教是因守，佮我日日甲恁伫地，直到世间的落尾。第五旬节，彼得传福音的时，对听伊的话人有讲，恁着反悔。大人伫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礼，到互恁的罪赦免，搁要受圣神的赏赐，因为所应允的归伫恁甲恁的子孙，以及拢总远远的人，就是见仔主咱的上帝所要调的。咱请几位要承认洗礼兄弟姊妹来到头前的所在，有4位。张华君老姐妹，林淑娟，还有张琴文，还有龚凤玲，4位来到头前的所在。这就迄时彼得叫人反悔，信耶稣基督。当你要受洗礼，要对恁讲，恁着深信，恁若真实反悔。个别恁的信仰，搁伫伊的名来受洗礼，这个圣礼典就要成做恁的罪，得着洗清气的记号甲印证。所以，恁着回答我所要问的话，直接要用华语来问。如今你们要受洗，你们要在上帝和众人面前回答我所问的问题，来告白你们的信仰。张花君、林淑娟、张琴文、王凤玲，你们信上帝为你们的天父，耶稣基督为你们的救主，圣灵为你们的保惠师吗？你们是否诚心认罪悔改，并信靠耶稣基督的救赎功劳？你们当依靠上帝的恩典，尽力服侍他，一生行他的道，尽信徒的本分。你们愿意如此行吗？愿意。为众听起立。
我用水给你施洗，归于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会这么说。阿门。张花君，我用水给你施洗，奉父子圣灵的名。阿门。王凤鸣，我用水给你施洗，奉父子圣灵的名。阿门。林淑君，我用水给你施洗，奉父子圣灵的名。阿门。愿是平安的上帝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属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你们已经告白你们的信仰，我奉靠教会的头，也是大君王，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以及公园小会的权柄，接纳你们成为陪参会员，有份于主的宴席和新约的恩典。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因为福音本是你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你的宝血为我们流出，你的身体为我们裂开，成就了救恩。主，他们已经在众人面前承认他们相信你的名，他们在众人面前勇敢地承认他们愿意受洗，成为教会的一员，成为公园教会属灵家庭的一员。主，我们相信神你有亲自的带领，在他们过去的生命的里面，主，你借着各样的环境，主啊，你借着不同的人引导他们，使他们认识你。特别圣灵在他们心里面工作，使他们敞开悟性，得以明白上帝你的救恩。现在他们在众人面前已经承认他们的信仰，主，你接纳他们，当他们公开承认的时候，你就接纳他们成为你自己的儿女。相信耶稣的，你使他们有权柄成为上帝的儿女，享受神你为他们预备的福分，他们自己也成为众人的福分的出口。我们向你献上感恩，相信神借着他们在教会当中的受洗，也在这教会当中的成长，我们一起都要坚强，都要强壮，以至于我们在这里来传扬你的名。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你是他们的神，也是我们众人的神。你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众人的主。主啊，你是他们一切福分的源头，也是我们一切福分的源头。在主的里面，我们常为一体。你就是教会的头，我们彼此成为肢体，彼此的服侍，享受神在教会当中赐给我们各样的恩惠。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请我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为众请坐。因这4位呢，其实拢伫咱教会这个幸福小组的聚会中间来信主，有一寡因是参加咱的小组，拢真固定来。相信伫咧心情有真好，这美好一个工作安尼。过去因可能伫细汉时阵有捌听过福音，但是可能离开一段时间，上帝佮安排伊引传倒来到这个所在所以透过咱的因的亲戚朋友。透过咱的姊妹这段时间的服侍，透过这幸福小组的聚会，因带伫正来面前来承认因的信用，这是上帝所做的真好的工来，现在我们面向我们的会友，让大家认识一下这样。那请长老来到头前来接录音，来做咱高雄教会的这个会友。
都是因为他们过去一段时间呢，在小组当中一起来照顾他们、带领他们哈，所以这是他们在小组当中所结的非常美的果子。所以一人得救，然后众人都要欢喜快乐。那今天也有他们的一些家属来到这边哈，等一下我们结束之后呢，我们可以到前面来一起来照相哦。好，可以先回座，欢迎你们。继续咱请蔡正哲弟兄来到头前的所在。蔡正哲弟兄呢，伫真早以前30几年前吼，就伫台北林良堂受洗，所以今天我们进入到我们公园长老教会里面来，那我们就有一个程序呢，就是重新信仰告白，信用个别，然后呢，无个洗礼，但是信用个别中间呢来承认接纳，现在要将会籍转入到咱的公园教会，咱的长老教会中间吼，安尼，来面向牧师。听台语可以吗？台语。可以。蔡正哲，你有信上帝为你的天父，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圣灵为你的保惠师吗？是。你是否诚心认罪悔改，并信靠耶稣基督的救赎功劳？我认罪，谢谢耶稣。你当依靠上帝的恩典，尽力服侍他，一生行他的道，尽信主的本分。你愿意如此行吗？我愿意。蔡正哲，你已经告白你的信仰。我奉靠教会的头，也是大君王，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以及公园教会小会的权柄，接纳你成为陪参会员，有奉你主的宴席、新约的恩典。以及公园教会会有权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带领正哲弟兄，在很早期的时候他就受洗归向你。主啊，经过一个飘荡的日期，主，我们相信是你亲自引导他回来到你的面前。主，你等候他，也安排各样的环境，弟兄姐妹，使他重新回到你的教会当中。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今天他在众人面前也承认，他愿意重新回到你面前，坚定他的信心，并且能够被接纳成为公园教会属灵家庭中的一员。所以我们相信在这里，他要尽信徒的本分；主在这里，他要享受教会的生活；主在这里，他要跟我们一起的服侍，来传扬耶稣基督你的名。主，求你带领他，坚定他的信心，并且借着我们彼此鼓励、彼此的扶持，在这里彼此的坚定，好像我们一同成为上帝你的肢体，来见证、来建造你的教会，见证了你的名。求你引导圣灵与他同行。我们向你献上感恩，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请我们面向会众，请我们长老来到前面来接纳他。他是孝先哈，跟孝先一起在灵粮堂受洗了哈。那孝先很早以前就回到我们公园教会，并且呢，受洗并且成为我们的执事哈。好，那他也是跟我们但以理的学院的团员都非常的熟悉的哈。他预备也要去读但以理学院，装备自己哈，装备自己来服侍神。那前面这几位都是但以理学院的，跟他们一起服侍的。这拢是上帝所做的工，安尼然后呢，引出伊家己的百姓，透过一个环境的变化，当然也是透过兄弟姊妹大家鼓励安尼吼，所以咱教会生活非常重要。彼此呢，兄弟姊妹关系非常重要。所以呢，我倒来咱的中间。这个谈是谈到咱的陈佩清
传到内面所讲的，就是讲，兄弟姊妹伫内边所在也是相同心服侍，无论传福音，无论伫这个所在造就，无人就是孤单单独咧做代志，拢是一个团体，就是彼此肢体中间的关系来互相坚固，同心来服侍，安尼较有坚强有力，产生真好才会果效。这我相信也是圣灵真好一个工作来到咱的中间，因为我相信圣神伫咱中间会要坚固。兴起做一咱的百姓来服侍，特别今日咱真侪只洗礼，咱有经过3期的幸福小组，这3期的幸福小组呢，慢慢咱要看见上帝的同在，有这属灵的轨迹来产生，有人来信主，无偌久了后，可能9月咱开始准备第4期，然后10月开始实行第4期，为着这来祈祷。伊都会开咱上帝亲自引带咱这无道友来参加，也为着咱家己有一个真大的负担咱的亲戚朋友咱就真想要来头脑用，毋知要安怎传，所以透过这个幸福小组呢，希望咱会当来参与大家斗相共，将这个福音来传扬福音愿上帝真去真好的工，透过咱的公园教会来得到一个人。这是咱未万心来。举行圣餐，请来唱圣诗527首。所听兄弟姊妹，请恁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的，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予恁的，就是主耶稣基督互咱卖迄一面有提饼祝谢来背伊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旁杯讲，这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当主耶稣基督互人卖迄一面有提饼祝谢，对伊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咱着行安尼来纪念伊。
咱来已经领受洗礼，无论伫什么教会，咱已经受洗礼归入主的名，咱拢是伫主耶稣基督的身躯内面，已经有份伫这个救恩，透过这个八角饼，咱会当来联合。 表明咱拢是已经成做主耶稣基督，对伊来领受救恩，成做天父上帝的囝儿。咱若还未领受洗礼，但希望有真紧，咱就是勇敢伫正来面前。 来承认，既然伫正人面前承认我的，我也要承认伊，这是主耶稣基督所讲。 主耶稣基督身躯为着咱拍破，互咱有份伫伊的恩典。这是主耶稣基督身躯为着咱拍破，咱就行安尼来纪念伊，请三角来领受。主耶稣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所设立的，今日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 主耶稣为着咱流出伊的宝血，互咱的罪无搁受纪念。罪无搁受纪念的，这个人是有福气。借着主耶稣基督所流的宝血。 洗去咱良心的亏欠，会当坦然、好胆入到至圣所。透过主耶稣基督所流的宝血。 咱会当就近伊，无罪过长，因为主耶稣基督宝血
也看咱一切的罪。主要所讲，这个杯是新约，伫耶和华所设立的。今仔啉的时，就惊安尼来纪念伊，请三甲来领受。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平安，甲咱众人三甲伫地。搁一遍感谢。主，我已经领受这个杯甲饼，有份伫你的救恩。感谢你，因为这个杯甲饼乃是表明上帝无比的疼痛。伫阮抑阁最罪人的时阵，你就差遣主耶稣基督为着阮死，搁死伫十字架顶，来表明你的疼。上帝啊，透过这个杯甲饼，搁互阮一遍来看见十字架，像一幅图显现伫阮的眼前。虽然是旧，抑阁是新。伫阮的内面，真做阮的溃烂，用你的疼催逼阮，安尼阮献上家己，为着你所用。主啊，找起阮，食这个你的器具，真做祝福的一个出口。主，感谢你的恩典，透过杯甲饼，互阮一个确信，阮已经是属于你，属于你的百姓，永远甲你无离。献上感恩，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即是来奉献，请奉献的同工，会众，你。是阮的天父上帝，
阮一切所有拢是对天父上帝恩典所赏赐。阮得到财富的力量、智慧甲机会，拢是对你来的。愿上帝互阮真做逐项恩赐，终身的好管家。阮甘心乐意献就阮的恩赐才能来服侍你，嘛献就阮的经济为你所用，表达阮的感恩，尊迎你的名，愿你建立，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会众请坐。即时来报告，本主日欢迎新竹教会福气教会陈佩金传道在2堂礼拜讲道，分享幸福小组的事工。第4梯次的幸福小组，预定在10月要开始。如果要邀请自己的亲朋好友或自己的同事朋友的，请大家可以开始邀请。第2点，今天主日有成人喜4位姐妹张花君、龚凤玲、林淑娟、张晴雯，汇集转入的信仰告白蔡正哲弟兄。感谢主的带领，也请会后弟兄姐妹可以跟他们拍照合照，并且加以鼓励而且加以认识。第3点，本主日台语礼拜后12点半在7点召开长执会，长执请在7楼用餐，备有便当还有茶点。第4点，本会备有圣经公会赠送的马可福音读本。有印尼、越南、菲律宾文，那如果有需用的，可在1楼取用。以上告解消息，请大家家己看。只是咱来唱祝福财庆的诗歌，圣诗541首，将听传出去。咱请起立。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探、圣神的相通，甲咱众人三甲伫地，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今日那个彰化区姐妹的好心哦，我闹来哦，举手一下好不好？那个彰化区的儿子好。
还有淑娟的小女儿也在嘛哈，好，非常欢迎他们。那等一下呢，在1楼都有预备你们的便当哦，好，所以1楼的地方哈，那个我们4位受洗的，还有正哲，然后还有家人都有便当为你们预备哦。你若要翕相，会当来头前这个所在翕相哦。那这是一个非常快乐、值得纪念的日子可以到前面来家属一起来照相。